2021年底推出嘅對 YOHO Hub 分兩期發展 ，B 期由4座物業組成，供應1030個單位，驗收呢一個係3房。交樓嗰陣，玄關做有鞋櫃，客飯廳連開放式廚房，長大約20尺，闊8尺幾。Vincent 啊，發展商就喺呢一個位置咧做咗一張新宿式嘅餐台，咁但係呢個單位咧係其實係咪有條件可以做一張正式嘅餐台或者吧台咧？咁點解又會有呢個安排咧？問心講係一個噱頭，但係唔係一個實用。點解咧？你基本上個廳夠大嘅，你都會擺張飯台，送多樣嘢俾你，你可以有選擇用與唔用，本嚟都冇問題嘅。但係就我哋去到呢個位咧，我哋就會睇啊，呢組嘅櫥櫃咧，似乎我有深嘅櫃桶，但係少咁一個稍為淺啲嘅櫃桶可以擺咧，擺喺簡單嘅餐具，然後擺咗下邊。下邊呢個櫃桶咧，問題就係佢得1寸深，擺多啲咧就會頂住閂唔到，咁同埋擺到咁貼地下又好似差啲啦，有啲塵咁啊。交樓嗰陣，套廁洗手盆櫃近座廁嘅後面有2個類似暗格嘅裝置。發展商新地在場嘅工作人員話，其中一個用嚟擺放卷裝廁紙。主要就係有啲唔夠大，佢擺嘢嘅地方好少啫，得個2/3高。第二就係另一個考慮實際上嘅使用，點解咧？嗱，呢個係個浴缸嚟嘅，佢又冇嗰個屏風嘅喎，係用一個拉鏈浴簾。咁好多時我哋成日最大問題一啲水咧就有機會喺個牆邊咧有機會滲出嚟。嗱，最緊要咧呢度有個凹位啊，下邊呢個大頂帽呢個位置咧，其實啲水好容易咧喺度黐住，咁啊滲出嚟嘅。喺條罅嗰度咧，有陣時咧就停嗰啲水嘅。如果呢有水咧，就喺度索出嚟，咁令到呢度會唔會有水滴入去咧？咁所以呢度咧就如果你擺一啲係要乾嘅嘢咧，又好似唔係太理想。至於另一個暗格，據講可以擺放捲髮棒等等。先唔好講會唔會同樣有滲水危機。呢一個櫃嘅設計本身有安全隱患。開關咧一定要捉呢度，嗱幾重嘅，因為塊板幾厚嘅，咁咧就拉落嚟好重下。呢個都唔緊要，但係問題咧我就話，其實我有一個裝置咧，佢做咗2條呢啲嘅鋼線喺度，點解咧？因為呢個架咧係唔容易定位嘅，一撞落嚟咧撞到呢個水缸。嗱呢條鋼絲咧，嗱就咁樣睇落去好安全喎，好似啲人安全鏈咁樣。但係咧，如果我細心啲睇睇而家咧，其實呢條鋼絲咧開始有少少披嘅。係啊，呢個位點解會容易披咧？因為側邊呢個圓扣嘅呢個位咧有個窿位咧，側邊亦都有利嘅，比較利邊。當你拉得多就會拉住咧，就好似有磨損，用得咁上下咧，一拉可能佢開始斷。